明仔载旧历5月初2，也就是新庄大众节的诞生。新庄地藏庵自昨开始照景，这活动拢总有2天。但年旧历4月30到5月初1，拢会当看到大众节和观众秀出巡的闹热场面。第一台记者卢尚柱、曾准佑就伫咧现场，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项800年的民俗文化。 记者目前就伫咧新北新庄地藏庵的头前哦，现场会当看到这观众秀的阵头已经来到庙埕头前，准备要来喊班出门。因为当年在一个旧历5月初1的时阵，拢会入巡，所以大众爷和观众秀阵头拢会出巡来正刷。啊，那这个新庄地藏庵呢，会使讲是咱台湾观众秀的发源地哦，咱就来听专家也更有阵头的讲法。 今日是迄个正日是来做一个庆典要紧的部分吼。啊，咱这个部分来讲，就是讲大家小民众吼，会来咱甲大众爷参拜。啊，沿路嘛有一寡香案，我卖分姜公饼，吼大家食平安。新庄大众爷庙吼，当地是吼。 是一个蒙阿波的所在，所以有蒙阿波，需要有大众爷来个管理嘛，吼啊收埋一寡，收埋一些迄个无主的孤魂，啊一直到这个黄秋水伊这个老先生伊学到官将手的阵法了，才开始有这个官将手哈。新庄文武大众爷绕境队伍拢总有分做新庄头前和中港3条路线，会经过新庄区的主要车路，在民众拢来祈求平安。绕境的路线嘛有交通管制，这规个绕境的活动，若照影年的经验，拍算是到暗时11点左右。以上是记者卢尚柱和曾准佑伫咧新庄的采访报道。